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 T&L 投資頻道。我哋頻道主要係分享對大市嘅睇法，同埋我哋嘅投資心得。大家嘅每一個 like、留言同埋訂閱，都係我哋創作影片嘅原動力。睇完記得 like 同留言講下你嘅睇法啦，唔好唔記得撳下個鈴鈴鐘，等我哋咧多啲分享我哋嘅知識。大家好啊！相信大家咧對日元咧都唔陌生㗎啦。我諗咧每個人咧都會討論緊近排咧日元咧又跌翻到去唔算咯喎。咁係咪又要入翻啲 yen 咧？係咪又要唱翻啲錢去日本旅行咧？係咪已經跌夠啦？而家唔買會唔會之後冇機會再買啊？呢啲咧都係大家呢班哈日族咧會去討論嘅嘢嚟嘅。咁喺我哋咧討論日元應唔應該買，值唔值得投資，或者使唔使趁佢平買翻啲當去旅行嘅資金之前咧，我哋可以咧討論下咧日元咧究竟有啲咩特性，同埋咧佢因乜嘢原因會升跌。首先我同大家介紹下日元係一種咩嚟嘅先啦。其實日元咧佢先天咧就係一種好出色嘅避險貨幣嚟嘅。點解日元會成為一種避險貨幣咧？一陣間咧我會用少量嘅篇幅咧同大家介紹下嘅。咁其實咧日元點解會作為一種避險貨幣咧？好某大程度上咧，關於咧日本係世界上最大嘅債權國家，佢有好多嘅海外資金。點解會成為世上最大嘅債權國家咧？因為日本咧每年其實咧佢喺海外都賺咗好多錢嘅。咁過去個30年啦，雖然成日都俾人笑佢係消失嘅30年啦，但係其實咧有好多海外嘅企業咧都賺緊錢嘅。就講2024年啦，其實咧日本人咧喺海外咧都賺咗超過21萬億嘅日元嘅。咁其實世界各地有好多日本嘅公司啦、保險公司啦、退休基金啦，喺世界各地咧係買咗好多資產。咁當佢哋喺海外賺到錢嘅時候，就形成咗一個好大嘅海外日本資金池啦。除此之外咧，日元咧佢一個超低利率同埋套息交易嘅習慣咧，都好影響到日元咧點解可以成為呢個避險資產嘅。簡單嚟講咧，就係日元嘅利率咧一直都好低嘅，係接近零利率啦，或者去到0.5% 嘅。咁當大家可以咧喺日元嗰度咧借到呢啲咁低成本嘅資金之後咧，佢就會借日元而去買其他資產，譬如買美股啊、買港股啊、買世界上任去進行一個咧套息嘅交易嘅。呢啲咁大額嘅資金咧，接近5至8萬億美元嘅資金咧，聞到咧世界咧一啲嘅經濟啊或者某一啲嘅事件發生咧，令到資產價格暴跌嘅時候咧，呢啲資產咧就會套現唱翻日元咧去平倉。咁當呢啲資產價格暴跌嘅時候咧，有大量嘅資金咧唱翻咗日元嘅時候咧，所以咧日元就會出現一個短期嘅反彈。除此之外咧，其實咧日本國債咧係非常之穩定嘅。雖然咧日本係僅次於美國之後咧第2大嘅債券發行國家嚟嘅，佢而家現存咧有1300萬億日元嘅債券，但係咧其實咧好多呢啲債券咧都由日本咧本土嘅銀行啦、郵局啦、保險公司啦同埋普通人持有嘅。其實外國人咧持有嘅債券咧都唔夠8%。咁其實咧好多時咧啲人咧可以好方便咁喺日本人嘅手裏邊咧買到呢啲嘅債券啦，亦都咧令到咧佢被追擊嘅機會咧係大大減低嘅。除此之外咧，其實咧日本係比較低通脹同埋穩定嘅政府嚟嘅。咁日本咧過去30年咧，其實咧個物價咧都係相對穩定，即係冇乜好高嘅通脹，冇乜打仗啦，政局都係比較穩定啦，冇乜大嘅政局變動嘅。咁所以咧喺呢個咁嘅穩定嘅政府嘅底下咧，大家咧都好放心咧，將啲資金咧擺落日元度去做一個避險嘅。除此之外咧，其實咧最緊要嘅一樣嘢咧就係日元係世界上第3大交易嘅貨幣嚟嘅。咁每日咧都有等值1萬億美元嘅日元咧結算交易嘅。咁所以咧好容易買到啦，交易費用好低啦。喺出現大問題嘅時候係可以迅速咧將啲錢咧唱做 yen 去做下避險嘅，所以咧佢係一個非常之受歡迎嘅避險貨幣啦。其實歷史都證明咗咧，喺重大金融危機嘅時候咧，日元係會急升作為一個避險貨幣嘅。咁好似1998年啦，亞洲金融危機嘅時候，日元由147日元對1美元急升到去115日元對1美元啦，咁上升咗22%。喺2008年嘅時候，雷曼兄弟倒閉，日元由110日元對1美元升到87日元對1美元，上升咗21%。另外喺歐債危機嘅時候，日元更加急升到去歷史高位75日元對1美元。呢啲種種嘅升幅咧，都證明咗日元喺危機嘅時候咧係會急升嘅。咁近年都有唔同嘅例子啦，譬如2020年嘅新冠疫情啦，2022年嘅俄烏危機啦，同埋2024年嘅全球股市暴跌。當日咧係一日之間，日元由161日元急升到去141美元嘅。咁同大家講咗咁多日元作為避險貨幣
係咪即係日元喺而家呢個時候咧係可以值得投資咧？其實唔係嘅，只不過係想大家知道多啲日元咧，其實係會作為一個避險貨幣咧急升嘅。我之後落嚟咧係會再同大家詳盡咁分析，究竟日元點解會升，點解會跌，點解近年嚟日元一直走弱，究竟背後係有啲咩原因去驅使佢一路咁樣走弱，去到而家嘅一個歷史嘅低位。Follow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等大家咧可以聽多啲關於財經嘅知識。